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詹伟明。今日咱来宾哦，真正是咱台湾乐坛顶面哦非常有才情，这个歌曲这个风格嘛真多元的这个歌手甲音乐创作人吼。有人讲，伊的歌吼真怪吼，怪甲出名吼，真像什么？棒球歌，还是讲我是神经病啊，等等吼。啊，转来看讲，伊一路耍这个音乐一开始吼，伊讲哦，感觉吼，这个拍这个吉他，就是拍啦吼，嘛会使教到这个女朋友买手。咱嘛知影讲吼，这个国外有真侪这个抗议的这个歌手啦吼，所以就豆豆开始写诗歌什么。批评啊，社会批评这个创作。那么看到讲2000年的时阵，佫摕到这个金曲奖，这个咱讲的是傲骨人生啊。虽然咱写起来，咱讲华语吼，安尼读起来应该是这个骄傲的这个傲啦吼，但是傲骨，这人生的这个感慨哦，20多岁写出这个40多岁人的这个心声。啊，今年咧，伊佫出到这个新专辑吼，有参进这个 jazz 的这个风格吼。以上咧，伊是这个朱玉成。猪头皮，即阵吼，咱嘛讲到，伊即阵或者是猪头皮，咱等下好好甲伊请教一下。咱嘛讲到，即阵吼要送2句话回咱的这个朱老师、猪老师啦吼。约束好势，行音乐，信心十足，拼未知。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特别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看伊的故事。这是高雄，当地台顶演唱的是已经真久有捌出现伫舞台顶头的歌手朱玉成。可能你捌听过伊另外一个名叫做猪头皮。这届经过几啊年后，伊总算佮推出新的唱片，风格是甲以前真无相共。虽然歌词嘛是各有主要是一向真切开、真口水的感觉，也毋过全新的jazz乐曲风格，说是以前毋捌试过，会安尼做，拢是因为一个人。伊是jazz高雄一间真出名唱片行的头家。第一二楼的是听说，伊当个放送朱玉成这张上新的专辑《猪头皮普拉斯未知之境》的曲盘。jazz 嘛讲起甲朱玉成熟悉的过程，甲伊对这位歌手的想法。熟悉是差不多5年前，伊出顶一张的专辑的时阵，伊咧签唱会时阵，我伫现场甲朱老师有比较深入的讨论。迄阵就讲到伊即摆乐风甲未来有伊的走法、伊的方向。迄阵就是讲朱老师，迄阵我来去建议啦，讲朱老师你的声音吼，足适合唱jazz的，尤其蓝调伊的低音足好听。所以迄阵就来朱老师讲，后一场要来做jazz无？朱老师就来听落去啊。几个月了后，伊就来讲，James 我写6条歌写好啊，但是我无爵士乐手，你爱来我处理。我迄阵就朋友咧是爵士乐手，来组一个团，甲朱老师合作。1 2 3 4。这暗的表演，朱玉成甲jazz乐团的乐手，佮有台下的观众互动是真欢乐。也毋过无讲，你可能毋知影，台顶的乐手手中拢无正式乐谱，因拢是现场家己发挥的。伊有做者鬼点子安尼，对啊。譬如讲曲子的时阵，伊会讲，这个曲子要安尼算，对啊。有但是讲莫安尼，咱改一个。就是伊做自由的，伊随性啊，对，他很随性安尼。伊总是活力十足，演员啦，拢做活力、做活泼，对代志啊、演感嘛，拢做有想法的。因为伊做的较早拢是 rock 较济，即个伊吹是爵士，所以伊会做者互咱做者做大的空间，空间互咱去发挥。就是伊随性了伤过头，变成讲。一开始讲好诶，到尾讲莫安尼做，咱换安尼做好毋好对。毋过一开始本会感觉有一点反弹，就是讲是安怎原本讲好诶，后来佫无爱安尼本会足困扰，伊谱拢写落啊，对啊。毋过到尾发现讲伊会用一种毋知影要安怎讲，就是伊这个人个性足神奇诶，
会甲到尾啊，伊就是会甲伊反转过来，甲伊想的物件，互伊变甲足好耍的安尼。讲到这张新的Jazz专辑，朱玉成家己嘛讲，这一切拢亲像是青尾鸟去搭着死鸟翅，因为家己嘛无想过。啊，若是讲就讲吼，其实阮即马最近咧做即个是含一个爵士乐团吼，未知之境吼，迷笛之境合作吼，嘛毋是原来安排好的啦，就是都拄着啊，拄着高雄爱比如头家占是大家招个啊，迄个狄老师你吼。过去唱迄拢袂使啦，你即摆做一寡布鲁斯啦、jazz 啦，啊，就大家斗试做看卖啊。虽然是全新的Jazz风格，也毋过详细甲伊听起来，歌词嘛是各有朱玉成个人真爱变鬼变怪的特色，听起来嘛知影这是低头皮的歌。哇，今日真正非常欢喜啊！当邀请到这个狄老师还是朱老师？狄老师较亲切啦，较亲切啦。朱老师较正式啦。哦。我本名朱玉成嘛，足严肃嘛。是。但我上爱早伫水晶唱片，算地下唱片公司时代，算是朱玉成。啊。你后尾做我是神经病，唱片公司就开会。是。朱老师啊，你这个名字这么神圣，怎么行呢？就开始开会，我就想到我细汉的时的绰号，nickname 叫猪头皮。哦，啊，猪头皮就是迄细汉的时特别中南部的囡仔吼，会着腮腺炎，面会肿起来。啊，佮另外一个是啊，这庶民小吃嘛，路边摊猪头皮啦吼，切大料嘛，猪头皮切一半。是，啊，所以就用这猪头皮。啊，朱玉成，啊，一直到2000年，我就得金曲奖了，哦，就互阿扁啊致印，哦，阿扁啊上台，我就落台，我就无咧做唱片啊。10几年后，是，我重新出发，我就想讲，我甲朱约信含猪头皮合作伙。哦，所以本来是朱玉成猪头皮嘛，变猪头皮，猪头皮，啊，就做伙。其实猪头皮就是朱玉成，朱玉成就是猪头皮。虽然一个看起较正经、较文学、较文青，另外一个看起380了，但是其实拢是共款啦。同一个人吼，拢是同一个人哦。是啦吼，啊，这阵政治标记，这阵吼真正是。所以这阵佫有嘛，真拄好啦，就拄到这个高雄的爱比路唱片吼，招你来啦吼，阮招啦，讲哎，阮遐一寡爵士乐手，大家拢。生活足糜烂吼，啊，无咱来处理一下吼，啊，感谢这个广府号吼，咱斗支持吼，啊，所以大家招的，所以阮这个这叫做猪头皮普拉斯未知之境，就是因为2当前我去演一个大火普拉斯啊，是啊，啊，拄到因的时候，伊就讲，朱老师，哇，你个大火普拉斯足好笑的，佮拄到吉他手，朱老师，你个大火普拉斯真正有够好笑，啊，就规气做一个。猪头皮普拉斯未知之境哦，啊，阮就用足侪迄个世界名画吼，当做设计，啊，特别吼来做一个特别版的，哦，咱主持人，你无看这？这个我来导 Starry Night 有无？就是反古的这个时代路，是哦，这3不如吼，请指教。感谢感谢。啊，咱这就是讲吼，要做唱片，因为咱一群要做黑胶、刻盘吼，是 CD 啊个 tape 嘛，所以咱这3个物件吼，有做一个连续性的设计有无？前所未有，盘古开天之来，后继无人，无人要做这就对啦吼。所以这倒起来到底是啥物？所以就，敢若一只迄个外星人的黑锅皮仔的款吼。你若去这个，你若去家人吼，是去倒位一定要烘一个黑锅皮仔，咱食一个。所以就是讲咧做唱片的时，咧录音的时阵，先出甲设计。是。啊，家己内面啊表演，免啊宣传吼，有哪做一番的经历啦。这个时代要做唱片，唔是像咱较早简单。是啊，歌做的，宣传唱片公司会处理啊，设计啊起步会处理啊，萧清扬会处理，无啦，我来家己处理。高一个人的这个公司，从尾头到尾吼，拢差不多我家己处理。不过这回这个合作嘛是袂歹吼，尤其甲这个 jazz 吼，拄着啦吼。可能想讲咱即摆写歌写甲已经遐做长枯师姐啦。所以借一寡迄个jazz的乐手，足厉害的乐手，因为拢出国去读册倒来，是已经浸伫咧jazz这个所在20-30档，大家拢生毛发觉的，赢啦吼。所以吼，借助伊来甲阮包装一下。所以阮的歌虽然写到无介好，但是加上这个jazz乐团，哇，这个状态就出来了。是，所以听起来就水当当的对。水当当啦，有。啊，这个jazz风格到底有甲你改变一下无？所以。这时风格是安尼啦，有当时啊有一寡这时吼，咱一般的朋友听较无，是伤过头严肃，
啊，咱吼含这借势集团合作吼，咱的主要目的就是爱甲因水准吼留较低，留较低是吧？较接近这个老百姓啦吼。啊，但是吼，借势一寡真轻松的，咱嘛是真熟悉啦。就是讲会当甲借势一寡较欢乐，啊较趣味的，啊有真侪和弦真难的吼，迄老师会处理。是。啊，像难的我袂晓恁弹落，啊，对难的中间含简单的中间中去拄着，是 plus 去拄着。哦，啊 plus 若成功了，另你再个麦纳斯，叫麦纳斯，猪头皮麦纳斯，试看卖啊啦。哦 ，plus 的意思就是甲伊男做伙，啊，麦纳斯就是个人做个人的趣味啊嘿。哇，所以你嘛是真够数学就对啦吼。嘿，所以阮这个是数学爵士音乐哦。好，阮有7个乐器嘛，是木吉他、钢琴、鼓、贝斯。吼，传拍、萨克斯、电吉他，是，拢总有8条歌，每一个乐器负责某一条歌的开场。哦，第8条大家做伙练。是，所以阮第1条歌叫《我们有7个乐器》，7个慢慢出来。上尾一条歌叫做《人生就是上尾像你孤单一人》，全部拢入来，一个走。所以，阮伫台南专美戏有办这个首唱吼，一开始一个入去，对，啊尾啊一个走。把迄个人生的戏剧吼，用这个音乐甲表现出来。有影，这嘛是总讲过戏当吼，另外一个吼试验吼。但是咱嘛讲吼，伫咧2016年的时阵嘛是一个关键吼。啊，迄当阵哦，咱讲，所以我一路的这个恩人感激不尽啦。是，一个好朋友吼，咧做音乐评论啦吼，啊伊就讲，朱老师，你这么久没有出唱片，是，你知道？做唱片的人没有出，等于死掉了，你知道吗？等于死去就对啦哈。所以吼，伊就甲我鼓励啦。我讲啊，出唱片爱钱啊，啊你不要写补助案的申请，我要哪写，袂晓写，伊甲我教。啊，所以申请是点啊费用，甲文化部申请，根本吼，啊，所以吼，咱才有机会出一个，迄个船叫做。人生半百古来稀啦，人生已经行过吼，过来嘻嘻哈哈，啊了才拄到这个乐手，是，所以我本来想讲，迄站是人生上到尾啊一遍，啊想袂到佮拄到这，所以咱今仔来呢，可能这嘛是咱人生上到尾啊一个车站，哦，干嘛呢？可能是干嘛呢？但是人生要拄到啥唔知啦，全世界后壁佮拄到别种也不一定吼，所以咱唔知影吼，所以感恩啦，有这个机会，每一个人拢真感恩啦。这嘛咱看到讲吼，这老师啦吼，真正是人生吼免遐尔暗算啦吼。人生吼暗算无路用啦，加开时间加了工的就对啦，免暗算。唔免暗算，人生吼随波逐流。哦，但是咱嘛讲，这个部分吼 ，plus， 咱讲吼有朱老师，啊，有这个味知之境，说的是，咱看到其实吼有曲盘。有 CD， 有 tape， 哦，大家真怀念 tape， 我嘛有听过。有啊有。啊，伫遐用迄个 MP 吼，伫遐转来。你若去加着大吼，你就哀叫，迄种 MP 小啊加一个。是啊。迄种是咱听音乐的过程吼，真重要，即宝贝回应嘛。有影，啊，所以咱讲吼，这张专辑内底会当出3种无共款的这个载体，嘛有你的用心的。对啦，因为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就是买 tape 嘛。慢慢大汉，可能较有经济能力的时，买。正版的 tape， 正版的 tape， 上盖早买盗版是，啊了后才有钱通买 CD 嘛，啊买到黑胶吼，其实是阮阿爸迄代听黑胶啦 ，OK， 啊但是因为这10几档有一寡成品音乐，什么会带这个黑胶复兴运动，一个风调，啊卖所以咱无买，就是无爱音乐，啊所以咱嘛附庸风雅吼，去也买，所以这是咱比如讲上盖大众化迄个听音乐的过程是，啊所以阮就一群想讲，那敢若出这吼。无人要插你啦，啊，敢若出这人也无假期啦，是，有啦，其实台中有一间感商唱片啊，你当访问头家，是，专门卖卡带，哦，伊是回到伊细汉时迄个上界重要的基地，所以专门卖卡带，是，哦，啊，卡带机啊，即摆较少，但嘛是有，较拍拼吹，啊，黑胶是一直拢无断去啦 ，OK， 啊，所以我想讲无了规矩一群做伙出，安尼看有较好卖无啦，啊，有啊无？啊，有哦，有哦，你想看觅？咱即摆要。坑你来买这吼，我刚若出这你无兴趣啦，无兴趣啦吼。出这你嘛无兴，刚若出这你嘛无兴趣。三个斗起来，而且三个设计，佫是做伙设计。OK， 你就感觉，你就感受到我的用心。有影，哦，可怜也好，感觉讲这可能人生上尾啊一回吼，人寿也好，你就钱甲开落。啊，所以阮伫咧募资的时阵，就募一下几百套咧吼。是。啊，这个生产的成本就有啊。OK， 所以真感恩就对啦嘿。不过咱嘛讲到这个曲盘内底，你嘛是真用心。你讲吼，一张一
张去甲印。咱讲吼本地铁盘是乌色的，但是你也无共款。咱讲黑椒就是讲乌色的，但是其实咱就知影讲黑椒嘛红的、黄的、花的。各种里里扣扣的图，所以咱走去咧炖黑椒的这个工厂，甲头家讲，是头家就讲，朱老师黑椒声音比较好，那个红色、黄色的可能会有问题，没啦，咱来研究。所以慢慢用，慢慢用，每一张啊，有人写你即马积落来原料，小小软软啊，混迄个定的粒啊，炖出来了变花。哦。啊，所以试做一种试甲嘛，有当时啊，伊的模啊吼去受损，去修理过来用。是，所以咱拢总可能有出过600色。啊，所以我咧办迄个听友吼提货大会吼，就大家拢摕无共色翕相。哦。啊，雄雄有2个人共款摕着黄色的，这2个人等下就去啉咖啡啊。所以我是咧办我爱红娘啊。我爱红娘吼。最后是安尼就对啦。所以嘛讲着吼，这个唱片甲你的人生共款，试验性真济。是啊是啊，拢唔知影讲后一步到底安怎会。啊，所以即马特别甲稳稳的登落了出来吼，迄是毋是你会当所掠着？你想要即个色，啊出来毋是迄个色，是想要即个形出来毋是迄个形。想讲安尼毋知安那歪一边，想讲安尼毋知安那歪，无啊歪去啊，无啊歪去啊，哦，今仔无法度断啊，明仔载修理，后礼拜才过来。OK。所以这拢是真趣味的，即个人生的即个经验嘛。特别黑椒足麻烦，CD 较简单嘛。啊，卡大嘛足麻烦，即摆卡大唱台湾有10几间啦。是。但是咱特别找一个阿伯啊，退休啊。机器也低咧，是胖胖的，啊，互阮慢慢开时间，声音要调偌大，低音要调偌大，哦，啊，你若即马足大即个量产的工厂，无时间互你试这嘛，所以嘛是真感恩吼，各用一个阿伯真正慢慢来互阮调，所以阮出来声嘛足好，啊，这卡大的机器其实即马市面上嘛还佫有啦，有啦，所以大家有兴趣吼，回去古早时代吼，啊，小朋友，你著当作是一个足进步的载体来处理安尼就好啊。是啦，吼，就是讲回过去。咱讲嘛使经历讲爸爸妈妈迄个时代啦，啊，咱嘛讲着讲即回虽然有即个无共载体即个合作，啊，佫有即个吉他吼、jazz 即个乐手吼，其实咱嘛讲试验性就是，尤其是咧是录音的时阵，是一种 live stream 即个效果。就是讲吼，咱即马录音器材、录音软体拢足发展嘛，所以你顾在你讲的每一个 track、每一个轨道会当修，啊，你要萨克斯入面、鼓入面、唱入面，吼，啊，你若唱得无好，慢慢修，慢慢剪接。但是呢，其实100当前录音角毋是安尼，是全部拢入去一个所在录。啊，你若吉他手突出，全部顶来，唱无好，啊，对不起，佮顶来。啊，若唱5遍无好吼，惊迄种精吼，毋敢讲。所以咱听望春风、雨夜花，有人写唱毋着字的吼，可能是歌手毋敢讲。哦，惊讲，伊那曲无伴可能足贵啊。对无可能制作人去变数啊，唱的大家过，所有的乐手拢总无突出。啊，你唱歌唱5遍，咱头前的迄个无伴，一地可能1万块哦，1万、2万、3万、4万，这唱了无啥标准，唔敢讲。所以怎唱我过就对啦。所以吼，阮即届就是回到100几当前。阮去借迄个台南3·2意象文化园区内底，的郭碧川教授的老厝。啊，老厝吼，就是阮现场做出来。啊！你的声音去弄着插帮反弹倒来，什么声音出来就什么声音。所以阮是用迄种音响论坛迄个标准，完全无修饰，无参味素，原汁原味甲放落，啊，声足好诶。是啦，有真侪朋友听了讲，哦，这当当做音响的测试片来听，了不起，了不起。所以买一台好，感恩。所以咱讲吼，这个你讲啊，这可能是上尾一台，但是咱讲2021年。2021年哦，是这个大周年。1991吼开始出唱片啦，啊，所以2021吼，应该是我出道30档啦。是，但是30档摸30档吼，敢有遐重要？我1991出第一张伫水晶唱片，叫做朱玉信的音乐。是，啊，伫脸书顶管吼，面册顶管伫2001的时阵，有人甲提醒，朱老师，你的处女座20年呢？哦，啊贵啊，贵啊。我是神经病，1994。是啊是啊。2004的时阵，2014的时阵，有提醒。朱老师，你我是神经病啊？那，哦，啊，就贵啊。所以吼嘛，无一定讲一定爱2021伊什么会，但是若拄着啦，大家若看成，还是大家若总有一寡歌迷想讲，其实嘛无一定我主办啊。你歌迷主办，你歌迷主办，少咧啦。像我即马脸书面顶的低头皮后援会吼，是歌迷组的啊。组到一日我才知，会到这，哦，就我加入呢，我加入家己的会员会，一开始爱个审核呢。是，你有听过猪肉皮的歌吗？我就讲，我有听过，唱2句，好审核通过。所以这个歌迷嘛是真正。所以嘛有可能是歌迷若要来办吼，大家都趣味啊。但我想讲，阮这老的吼，
下海美餐呢吼，传开传媒拄好的只吼，来办一个欧日上摇滚嘉年华，对不对？阿德啦、我啦、赵一豪啦，拢是这个30档库拉布的，拢已经差不多过50啊。当属长阿吉、四分卫，什么左水溪小柯，什么要过啊？所以咱这老的爱自立自强，因为即马所有的 live house，音乐节。也是讲大家咧鼓励方向，拢对少年的去嘛，对不？是。啊，恁是教我这老的当作啥？是啦吼。啊，伫这进前吼，先要带观众朋友来去你的这个工作室吼，讲是工作室吼，咱讲其实是你的这个收藏室啦吼，内底这个唱片真正是满大厅啦。收甲无所在，拢总摆出来啊。好啦，咱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个满大厅的这部分。好，来CD。VHS 卡通，一堆 VHS。来到朱玉成的厝里，满厝间拢是伊收藏的音乐甲电影，为早期的吸盘、录音带，到后来的 CD、MD， 搁有 VHS 录影带、DVD 搁蓝光 DVD， 拢总超过2万张。家己的客厅搁房间几啊面壁，拢摆甲满。好来，上重要的朱约信猪头皮作品墙。虽然厝里的唱片已经坐到唔知要囥对咯，朱玉成嘛是3不5时得到唱片行去报道，看讲有啥物好物件。伊嘛趁这机会来到台大海的时阵，就因为买唱片买甲熟悉，变做好朋友的老朋友来开讲。公馆迄当阵的唱片行足济，啊每一间唱片行拢真有特色，对。然后猪头皮上爱来阮一间。嘿，啊，阮即间吼，就上爱要有一只足偏的，印地的。哦，偏的。嘿，印地的，啊，个另类。无人有的。无人有的。嘿，啊，伊当阵猪头皮落来看，这足趣味的，啊，就来凊彩景啦。啊，反正就是爱吸收养分就对啦。伊遐已经开足侪钱啊。我要你听过。大学时代买唱片、听音乐，后来写歌写词，主要是慢慢啊参加校园音乐活动，走向音乐这条路。一开始就是大学时代，就反正有一寡音乐活动啦，大家写歌写词的趣味啦，来听啦。会爱咱就写1、2条歌啦，爱咱们接触到单啊名将啦，迄个最近的唱片公司啦，所以就唱出就1、2条歌，就用卡大录的。啊，客去，就怎么放啊？迄个最近唱片公司的阿达就听到，就走来找我。玉成的出现，就是伊的诠释，就是讲，伊想要为台湾吼做一寡代志啦，迄个家己走去水晶来找我讲，第一句话伊就讲伊的版税啦吼，毋知会卖啊卖伊咧拢无插啦，伊讲。我的版税吼一半要交互台湾独立运动啦，剩咧就是用强的啦，来讲你一定爱摕甲出。后来因为歌手5班介绍，朱玉成家里滚着唱片的经验写。你钱太多吗 ？No， 因为我是神经病。我是神经病啊！我是神经病啊！我是神经病啊！3年后，伊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猪头皮。嘛，出版大家拢捌听过的专辑《猪头皮笑亏念歌》，我是神经病。当时朱约信写的那东西，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有怎么讲那种文化涵养量。当时他很爱写，所以他一张唱片的文字方面，他除了歌词用华语写的，用台语写的，然后他还用电脑乱码，用电脑写，以他的销售量讲算是不错的。那也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即马大部分出去接触到的歌迷有一部分就是对听到我是神经病。就变做猪头皮啊！因为我的规定就是1991伫水晶唱片公司用朱玉成做名嘛，过来94变做猪头皮。若是讲到歌迷，捌为真侪出电影配角，今年是以歌迷入围金马奖上佳原创电影音乐的影像音乐工作者关智和，就是自细汉听猪头皮音乐大汉的。伊的才华是敢若安尼一直往外喷发，迄种感觉。
敢若要讲的代志嘛真侪，关心的代志嘛真侪。第一是台语啦，第二是文学的物件阁有。所以一个歌迷的角度看，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敢若一个偶像，一个歌星迄款感觉。81年朱玉信出道到今嘛已经30年，当初因为好耍一卡踏入音乐这条路，嘛无想过讲要可以食清，也毋过一路行来，伊嘛是抱着感恩的心。音乐要做得好，可能嘛不一定讲一个人就有法度，可能嘛有一寡朋友乐手也好、客户也好、宣传也好各种的吼。所以有那默默受吼，一定嘛是惊甲今日就对啦吼。我永远吼拢想要做一寡较高怪的代志啦，莫名其妙的代志吼。譬如讲咱无做过吼，爵士乐团来做 disco 吼，来做迄出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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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安尼可能会真趣味，也无一定吼。看有迄机会无？好，有纸啦，有笔啦，我们就可以写歌啦，安知唔知？朱玉信伫头皮后一张专辑会是啥物风格，是真使人期待。我拢直接走去唱片公司，拨迄个卡带去学校卖。哎呦，其实迄趁唔正钱啊，但是我常常回想吼，我迄个时阵是一个热血青年，想要推广这款新台语式的物件。人生的方向吼，有人时是经过，你对别人有开放、有疼心，你愿意莫坚持家己配合别人，这个中间你才有机会找到你家己的方向。有影。约束好势，行音乐，信心十足，拼味知啦吼。30当前，会当讲你的这个味知开始。无约束啦，无约束哦。人生嘛，毋是讲非做音乐不可啦。哦，做音乐嘛，无啥物了不起啊。音乐做出来，过来要安怎卖才是困难。要做音乐是足简单的啦，嘿啦。要做音乐其实是介简单。其实介简单啦，对即卖行业来讲啦。所以咱看到大部分有铺起来物件吼，有当时是音乐本身足好。OK。但是我的体会渐渐的感觉讲，迄个音乐后壁迄个做 promo 吼，OK， 宣传甲伊的客户吼，可能比音乐本身更较重要，也无一定。哦，所以你一路来嘛，拄到真侪贵人，对吧？是啊，都感恩到一开始伫水晶唱片、水晶唱片，是，迄阵红称做地下唱片公司，是啊，开始从地下室开始，慢慢爬到5楼，所以。水晶唱片头家任将达吼真趣味啊！伊的爸爸是韩国人，妈妈是日本人，是爱做真侪台语歌啊，爱台语嘛真够讲，是，所以我是足感恩啦。伊都听到我的物件就讲好来出，就招我去讲，阿达红叫阿达，是，刚刚写2条尔呢，再写就有了。哦，就倒一下，2日就去写8条啦，2日就变8条，就录嘛吼。迄阵水晶唱片拄啊出迄个陈明章是的现场，伊就是去文化大学啦、辅仁大学吼可能教室敢若几10个小朋友呢，都有拍歌声，我就讲，咱都用安尼就好啊，较省成本。迄个style个，就去四界顺的吼录来，但是尾仔因为机器出问题吼，了就走去借一个录音室，就叫500，就叫一个加拿大来叫萨克斯风手叫 Paul，大家嘛无练，就甲录过。录过，就倒的吐的，就出啦。所以吼，就嘿，迄阵嘛无感觉做音乐是啥物了不起嘛，搞不清楚啦。了后当然经过500的介绍，是入去真颜社、真颜社吼，就做的 party， 是 Monkey on my back， 搞伫卡只拼，慢慢就写我是神经病。头家讲，这的 party 是要哪唱？无你来唱。哦哈，你来唱。干嘛呢？你干嘛呢？一条尔呢？再写呀！过2日去写10条来。是，所以拢是臭拄坎啦，唔是讲特别讲好，袂需要讲真细汉就写歌日志，要做歌星。艺名嘛处理好啊，拢无啦，拢无，就是反正拄着就来拄。反正就是你头拄讲的，这个无咧按算啦吼，拄着。其实咱嘛讲吼，你是大学本地是读这个大气。我读大气科学啦，我搞不一开始嘛搞不清楚这是啥，太空科技吗？不是，其实就是气象。气象啊。全台湾读气象相关的有3校啦，是，大叫大气科学啦。中央个一个中央叫大气物理的款，可能文化叫气象学的款吼，所以讲相关的只啦。其实讲的拢差不多啦，讲的拢差不多。我搞不清楚大气科学就足难啦，足难啊！但是你读研究所呢？
对啦，啊，读研究所就是因为你读到4年的时阵，你唔知明天在哪里嘛。哦。想讲啊，无体育来小暂缓一下，啊来准备读研究所，啊无就马上爱做兵啊。咱查甫人伫台湾就会拄着这啊。是啊。查某人就免啊，是毋是安尼？对毋对？你无公平嘛。啊，所以查甫人就是爱去拄着做兵啊。有人时啊要读研究所，是因为讲无想要马上做兵。啊。迄时阵台湾真趣味啊。是。1989。迄台湾的变动真大嘛，社会气氛变动真大，87改严嘛，啊了后，逐日咧行街头嘛。有影有影。啊，所以吼，就感觉讲，够足个代志要做，啊，做兵会惊讲安怎去，所以就去处理，啊，就考研究所。考研究所。啊，研究所2年就出唱片。啊，就一直舞啊，真嘛。就已经安尼30年搞不清楚吼。啊，其实咱嘛讲着吼，这个改严吼，啊，还有咱头拄这个陈明章老师，其实对你这个音乐上嘛是改变真侪啦吼。我较早咧。代做研究生协会秘书长吼，定定叫陈明章老师来学校演出。啊，演出到一日某甲我讲，朱业信，不要再叫陈明章去了啦。安尼讲咧，我嘛是爱一寡时间爱沉淀写歌录音，嘛你只敢叫我去唱。是因太太安尼甲你讲啊，所以我迄阵嘛甲陈明章老师学足济，走去因兜啊3、4个大学生就伫遐啊看伊手安那弹迄个吉他的谱。安那弹去学啊，学习嘛。啊，最近唱片的头家嘛是啊，本来我一开始伫校咧办活动嘛，啊有一日是去甲迄咧光 speaker 音响的工人讲，你正式面迄个破，结果我尾仔知讲迄是头家啦。哎呦，嘿啦，都无人无骹手吼。啊，所以啊，你要慢慢啊熟悉。是。啊，陈明章出唱片的时，啊，佮掠公歌1989出唱片的时，我拢直接走去唱片公司，拨迄个卡带去学校卖。哎呦。啊，其实迄趁唔正钱啊！啊，你有阵时拄着长辈，还是拄着教会牧师的送伊嘛，所以拢了钱啦。但是我常常回想吼，我迄个时阵就是一个热血青年，想要推广这款新台语式的物件。其实这个台语歌啦吼，自你开始安尼讲起来，嘛会当讲。自因开始啦。自因开始啦吼，啊，自你有一寡这个改变。对啦，啊，就是可能我伫最近唱片一届拢100台、200台甲买，是。啊，掠公歌嘛是吼，尾仔头家想讲。这可能票房应该还可以。哦，啊了吼，阮阿母讲，你要出偌济来，开300台来，我甲你处理，可能是因为安尼。所以人家想讲，这会赚哦，吼。我真拍枪，我妈妈。可能是安尼的款啦。是，但是咱嘛头拄有讲着吼，写这尔，咱讲有当时啊，虽然怪奇，但是有当时啊，佫会吼针对这个社会来去批评。对啦，啊，这因为其实。行街头示威抗议游行，迄个变一常生活。也是我伫长老教会，真细汉阮所得到的学习，就是讲咱来关怀这个社会，耶稣的精神嘛，是包容疼。啊，若看到无公平、无公义吼，就爱替别人出声。有人时啊，为艰苦人伊歹势唔敢，也是无卖句嘛。但是咱有一点点啊发言的分量，咱都爱替艰苦人、替受到压迫的人出声。迄拢是我伫教会学习到。啊，伫行街头，伫代世界学习到的物件，所以咱自然作品内底就这物件，拢是日常嘛。有影啦吼，啊，其实咱嘛讲着吼，啊嘛有向真济咱讲吼，啊咱讲先辈来致意，吼，嘛是讲有你的作品内底咱有啦，爱算啦，啊，爱算啦，对毋对？咱写一个歌，向人想讲啊，过去遮厉害，遮先辈遮尔济，阮即个新的猪头皮普拉斯未知之境内底有真济 jazz， 是可能向40年代的 big band 的时代致敬。啊，就学习面的方式，还是讲70年代迷幻摇滚的时代致敬，还是什么歌足厉害，我拢定爱去啊！我感觉是一种学习到先人的精神吼，啊，经过咱听、教育、吸收、消化了，搁再出现新的物件一个方式啦。所以嘛，耍音乐啦，音乐是用我耍的啦。有影吼，啊，其实我咧听你的这个歌的时阵吼，感觉足侪歌真趣味啦，亲像这个《傲骨人生》。是啊，是啊。哦，啊，搁有咱讲吼，这个歌词内底40外岁吼，当是要安怎安尼啦吼？40岁啊，我20几岁写。是啊，写到40几岁，即马50几啊。啊，这个心境安怎看咧？是啊，是啊，所以迄阵其实唱述，因为我咧写《傲骨人生》是哦，迄时20几岁写40几岁时，其实是唱片公司。伊可能拄好接到，因为唱片公司拢有一寡或者收歌的案嘛，啊，有人希望迄个58写2条，是希望李宗盛写2条收歌的案，啊，就收对我家来啊。OK， 哎讲那个谁要一首可爱俏皮的台语歌，香港歌手哦，嘿，啊，要台语歌啊，我就写去，啊，向拍唱，
啊，拍唱经过7、8档了，我就收伫我的唱片内底。即摆我的低头皮对无 Plus 迷笛之境内底吼，内底可能嘛有3条较早用拍唱的。哦，写的要互电影使用，本来是演奏曲尔。是。啊，拍唱无用，无用，咱的心内就硬叫，就扣痕。啊，过10档、20档，即马雄拄着这，试看卖，佮天歌词天啊来变的。所以音乐的过程拢有当时真长啦。啊，咧做音乐人真趣味哦。30档前吼，去用拍唱的迄 melody 吼，永远拢记掉。哎呦，嘿，拢记掉的。扣痕拢去掉，你这个导演吼，你看无我吼。是，所以咱嘛讲吼，除了这个音乐路顶吼有真侪家己的创作，啊，其实有当时啊嘛是来配合讲大商业的这个咱讲环境伫的啦。对啦，啊，就是什么款状况？因为水晶唱片算较唔是较商业的唱片公司。了后我入去500介绍入去真言社，魔眼唱片、滚石唱片，迄个算较商业。啊！你开会时阵，定都会头家要求。OK， 朱老师，你这个讲这个尿尿的啊，会不会太脏啊 ？OK， 啊，我回去改一下。啊，愈改愈垃圾，愈改愈垃圾。但是迄头家就听无台语，就是定伊的要求啦。伊希望安那较明亮的，较朗朗上口的。OK，KTV 会当对。所以有人时啊经过遮，但是其实我嘛是鼓励一寡小朋友吼。有人时啊，如果你和主流的唱片公司连续局是广告公司接触，你会发觉讲因拢会甲你要求嘛，甲你掏空啦。你就吼，莫讲这是一个压迫，还是讲要甲你强迫你安怎？你当做你人生的功课啦。啊，你去处理看卖。是。啊，你既然有法度去处理到遐大客户。遐主流的商业唱片公司 KTV 连续局，未来你会当处理的物件更较快啦。哦，所以有人甲你当做压迫也袂要紧啦。有人甲你要求吼，你当做你人生的功课。伊嘛是咧甲你拍市场啦吼，看你有法度过关无 ？OK， 啊，你过关你就学习嘛，所以拢当做人生的成长啦。有影，所以莫惊讲入去商业体制，是莫惊讲去互人要求。哎呦，吼，咱当做家己吼真自我嘛，袂使家己上高嘛。是。这款的态度吼，有当时啊，嘛无一定是安尼啦。咱每一个人对家己的创作拢有自我要求嘛。是。但是咱若讲含一群人的时阵，敢会当较配合别人。啊。这个歌手较爱讲啥，咱配合伊来做伙合作一个物件。咱敢袂一定讲一定爱坚持咱的物件，啊，歌手是咧来甲咱斗做的，咱敢袂当甲人斗做。就是讲唔免规身躯转起啦吼，就是讲吼配合一个啦。人生吼随波逐流啦，唔通讲袂随家己外交安尼，有人时啊配合别人吼，你都学习着，有影，学习着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别人，唔通拢总诶，你若讲咱细汉听一寡迄个老师咧甲你讲演讲就讲，我们每个人要找到人生的方向啊，什么货？人生的方向吼，有人时啊是经过你对别人有开放、有疼心，是你愿意莫坚持家己配合别人，这个中间你才有机会找到你家己的方向。有影，唔是讲你一颗人一直去，啊，别人拢迄个无必要安尼啦。有影我体会是安尼啦。所以这个朱老师今日吼，互大家上一课。有哪有会啊？有哪有会啊？所以我人生的体验吼，就是。较配合别人的，较配合别人，配合别人。好，咱这阵要搁带观众朋友来看吼，其实咱讲吼，教会养分啊，还是讲吼，真济这个部分，拢是自家吼，你真济这个爹地存在啦吼。说的是。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若无为台湾，抗议是要创啥？伫音乐表现顶头变鬼变怪，行甲别人无共款的路，这是主要性互一般外界的印象。也毋过，伊除了爱音乐，其实阁有另外一个身份，伊是基督教会长老。其实，阮做学生时阵，就拢知影主要性，伊是义工教会的青年，
伊就是一个非主流的吼，非主流的人物，无论伊是伫教会做技术嘛是非主流吼，啊是对整个音乐艺术的创作，伊嘛是非主流，伊是很典型，这典型咱张乐辉的青年。我吼，因为我日常生活足侪时间伫教会啦，一礼拜可能开几日咯。我即马搁当教会长老吼，所以搁开会啦，吼，哩哩扣足侪代志要处理吼。我是算第4代啦，对于阮爸、阮阿公，去哩阿祖的时代，一直到我即马吼，所以阮规个家族拢是教会人吼，拢是长老教会。到阮查某囝已经变第5代去啊吼。好来，请问恁爸是啥物种的人？足安静的人，沉默的，无啥爱讲话的人，伫厝里。伫厝里。但伫外口拢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讲到尾也无力啦。伫台上拢一直讲话，和厝里拢足无共款。伫厝里就一直泡茶。伫厝里一直泡茶。一直泡茶。你感觉恁爸未来人生应该安怎对国家社会才有意义？这哦。对国家社会较有意义哦。我唔知呢，你就好好活咧，好好做节目，好好唱歌。哦，安尼就好啊。你嘛有爱有曝光率安尼。哦。互大家拢知影你知影。较拍拼去上节目啦。系啊。安尼才会当有较大影响力。对国家社会较有帮助安尼。好，好，感谢。伫朱玉新的作品内底，一向拢有真侪对社会关怀，伊嘛捌因为一寡无公平的代志，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较简单的讲法，就其实是为着服务别人，吼。社会为什么无公平，特别无公平、无正义的时阵，吼，你爱真勇敢出来，为着别人的权益拍拼，毋是干为着家己要趁钱，哦，我要地位啥，迄拢无重要。少年的时阵，对台南来台北读大学，真侪人拢感觉朱玉新对政治真热讲。伊嘛是阿扁啊总统的信徒，伊常常出现伫政治选举场合。虽然唱片公司的头家拢会抗议，你莫阁插政治啊，因为政治拢会利用你。也毋过伊对政治嘛是有当时啊热讲，有当时啊做心。包括反送中、反香港国安法、高雄罢韩的中学。朱玉新嘛，同款用于台湾摇滚的精神，甲对台湾本土的关怀，出现伫遐个中学顶头。哇，咱头头看到这个朱老师啦吼，真正人生无咧暗算，但是吼，其实有真大这个部分乱来一通，乱来一通，到底是咧变啥梦呢？啊，教会有互你较在北？哎呦，有人写有一寡主持人问啦，哈，朱老师，係你教会出来呢？教会听足严肃的啊，我拢爱足认真啊，读圣经、念圣诗嘛，甲你白条条安尼啦，对不？你哪会变安尼？啊，你安那个回答？我可能是伫教会内底受着上大的束缚啊，所以若无伫教会的时，我伫教会内足乖嘛，一出教会门口就挡袂掉，我拢安尼甲回答啦。啊，但其实吼，我感觉我的个性，可能是细汉出门去哭着电火条转。头壳歹，这个即马变安尼吼。但其实我伫教会内底嘛有严肃的事，也嘛有古水课的事拢有啦。但确实啦，教会迄个环境吼，因为我是教会长老嘛，长老常常爱主持礼拜嘛。是，礼拜时你袂使讲，好来，圣经掀开，好来，第365页，你昨有签无？但是我若家己私底下聚会就会安尼啦，搞笑，因为风气家己吼是一个上高明的。humor 啦，有影，茫只敢要笑别人，咱放弃家己，家己教会内底规矩咱真熟嘛，是，所以拢会大家家己开玩笑，吼，地狱乌噜噜，
专关迄个长老甲牧师，吼，就是反正家己自我讽刺，就是讲你追求信仰，是有人时啊自我标榜，袂使甲你外交，但是其实若是家己认为家己是圣人的吼，迄保证就第一啦，所以家己随时要谨慎啦。哦，这嘛是，所以随时要谨慎，这就是我学习到伫教会内底。有影。即个就阮真侪信仰的长辈，我真佩服嘛，吼，也是读圣经，看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吼，所以阮定定爱开玩笑吼，应该唔是教会影响，教会甲我影响可能是愈较爱开玩笑，你教会伤严肃吼，所以爱偷放一下吼。我真系爱开玩笑，到底是真细汉到大汉吼。我印象就是，比如讲，不管是小学甲国中、吼高中、大学，然后3、5个同学做伙的时阵，我就一直咧开玩笑，一直讲话，足搞话。敢若袂输足惊人，收袂转来吼，足惊人唔知我的存在。所以我等下讲上一话，头拄也袂赴啊嘛吼，你就甲我炸咧，插话，好，安尼就好。重点一个calm down，冷静一下。哦，所以我咧做唱片嘛是啊，定下做到公司讲，朱老师，你这样会不会太复杂了啦？太复杂哦。好，我扣一寡，比如讲画歌写18分，是，尾啊。就站足一段了，变12分，嘛是足长啊！但是本来18分。所以你的这个人生嘛，有家己有这个站伫咧吼。可能虽然安尼放开，但是你嘛是会晓缩起来安尼啦。就是迄个缩起来，还是放开，有人时我搞不清楚啦。OK。所以有人时可能若是讲有歌迷，还是讲先辈，还是朋友。伫莫名其妙的状况之下，互我得罪着。但是我唔知，我唔知，你就直接甲我讲，是，讲喂。你太大安尼甲我得罪，你知唔知？我就立正站，是，系。哇，所以嘛，伤搞怪吼，有那是一个缺点啦。袂啦吼，但是这嘛吼，真侪这个少年朋友会当去学习啦吼，会当安尼讲嘛。随波逐流，免一定爱去模仿一个人。随遇而安，随事随在。就是讲，咱有人时啊坚持家己理想真好，但是咱咧学习的，就是讲较配合别人，较配合别人，有影观察别人的需要，是，来配合因，人生会真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是啊，所以咱讲到这个宗教这部分，其实互你真大这个养分，但是你有当时啊，甲宗教内底吼，嘛会受一寡这个冲突对立的部分吼。有啦，当然，不管是伫阮长老教会，因为台湾的教会有真侪教派啦，可能有50-60个啦。是。长老教会大部分是可能较本土，大部分讲台语嘛，真侪原住民嘛。长老教会千几间嘛，但是全台湾可能3-5千间哦，嘛做者无共款的教派，有灵粮堂啊，有真理堂吼，做者无款的堂。当然，每一个堂中心思想可能无共。阮是一直拢是互相包容、学习。欣赏有真侪迄类嘛吼，当然中间嘛是拄着真侪冲突，但是迄种小可代志，你若回到圣经，回到信仰的本质吼，是听甲包容，甲互相体谅。所以有人时啊，如果你和我对这个代志看法无共，只要你是用你的信仰反省，你反对这个杯啊是哪些的，我就甲你尊重啊，莫讲一定讲我讲这明明都内底有争水，你讲无吼。我用我家己的信仰来看，这是历史；但是你用你的信仰来看，这是哪些吼？都爱互相尊重。咱咧学习是这啦。有影啦。毋通为着这个小可代志吼，拼甲脸红耳赤。是。无共款教派敬拜的是同一个上帝嘛。所以咱这几档学习真多。有影。这无共款的迄个。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朱老师啦吼。伫咧写音乐这个过程，嘛有支持咱讲吼同志朋友，还是讲吼是啊，甲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界就引起真大的风波，有真侪教会因为同志的这个议题全分裂啦，全分裂啦，这真可惜啦。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家己的信仰上的反省，来讲你要支持学联发电、台湾独立任何的议题，同志也好，非同志也好。摇滚音乐、爵士音乐，有人爱听911，有人爱听119，拢不要紧。吼，只要是咱会当互相尊重，用家己的信仰的反省来，唔免拼甲你死我活。拼甲袂使讲
你若爱听摇滚，我都无要互你入来，有影，唔免啊，免互相学习啦，互相学习啦。有影，这个精神吼，相信大家拢爱学入去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这个朱老师，这一路安尼来吼，30多档啊，咱嘛当看到讲台湾意识也好，台语歌曲也好，你藏真落心啦吼。不敢。哦，嘛当看到讲，其实一堆先辈伫遐，行伫遐头前，袂使互闹开。你即马嘛是另外一个先辈，吼，真侪这个台语后辈。我慢慢嘛变先辈啊，啊，阮后壁遮能力嘛变先辈。所以每一步拢是咱对着先人的脚步。是啦。啊，咱嘛会考虑到讲，咱嘛是后壁的传承，所以拢爱真认真啊。真认真啊吼，所以你安怎看这个少年团的小朋友，即马是安尼啦。即马规个政府单位也是规个社会各界的气氛吼，是差不多是年轻化啦。公司企业嘛是啊，年轻化真好嘛吼。啊，阮这老的吼，都爱自立自强啊。哦，就当然招一寡老的做伙来这个退伍会军民联欢俱乐部吼，是虾米会吼？但就是讲。咱拢总年轻化时，对少年呢，除了鼓励之外，吼，咱嘛是要互伊一点啊，可能要求啊，倚老卖老。哦，你这样咧写唔对，我甲你讲，啊，如果因会堪伊这要求，啊，甚至是职位来讲吼，因就会成长啦。OK， 哦，啊，但是其实咱对后辈拢是较侪是鼓励啦，哦，较侪是鼓励，但是这后辈要踏入音乐路之前吼。有当时阮会去校演讲嘛，啊，迄老师拢会讲，朱老师，阮有哪有同学吼，爱写歌爱唱歌的吼，啊，你讲有啥物建议啦？是，我第一句拢是讲，还是算了吧。无，你若真正对音乐最有兴趣，是，我甲你破冷水，你搁要坚持，安尼才真正有坚持啦。啊，无你看阮都安尼一路行过，有一段无一段，有一日无一日。对唔对？你个裤大缩较暗的，无你真正要入来，你拢看到光鲜亮丽，哇，真趣味啊！唱歌啊，大家走去那叽叽叫，你拢无看后壁迄艰苦的过程，真正台北3、5千个团有哦，是大部分的团无法度靠出唱片，无法度靠做演唱会，是会食饭钱，大部分90%，有影。所以你若真正要入来，甲你鼓励，是，但是你得爱知裤大缩较暗的，是。无你去开刀，你甲胃吼挂一半起来，安尼你后半免食较济。所以咱嘛当看到讲，其实你伫专美这个戏内底吼，从你开始吼音乐路的这个第一步，甲即阵，我著家己回顾，家己边啊加大边啊流目屎，有影吼，真正。第一步，你是参加着这个金曲良好榜吼，这个胡歌节目啦，萝卜歌唱比赛。啊尾啊，安尼看起来，你讲吼，行入主流以后，啊到尾啊吼，真正吼，咱讲吼，离开主流，啊，到即阵佫出真侪专辑，你安尼30年磨3钱啊吼，会当安尼讲吧？晓，人生真歹讲嘛，对无？咱即马出这张。低头皮 Plus 未知之境，是毋是人生上尾啊一道？嘛是有可能，嘛是有可能过一档。你发现我咧经营西药，佮过2档，凡是咧卖凉鞋、卖针啊，嘛无一定啦。但是做艺术、拍电影、写册、画图、唱歌、写歌，这款代志是艺术性的物件吼，迄是。天公伯来赏识啦，啊特别保守，这是天顶落来的礼物嘛。但是会晓做这物件的人，爱愈较感恩啦。唔通袂说讲，你会晓唱歌，你会晓弹吉他，你会晓写歌，你着比人扫涂骹较高级，唔通安尼讲啦。比人咧顾迄个超级市场较高级，唔通安尼讲。每一个行业拢伫你即个位置，为着国家社会，为着人咧服务咧贡献啦。有影啦吼，所以这个精神吼，真正这个后辈吼，小扣这个朱老师、朱教授讲过时间，所以真正吼，咱讲吼安尼30档啊，咱讲未来嘛望够有新的物件。未来哦，虽然我是讲慢算，因为我顶日咱拄在台南拄有一寡朋友，啊台南有一寡朋友吼真趣味，因有做一寡名叫做老屋翻修协会啊啥。台南有真侪老厝嘛，按重新翻修做咖啡厅、做旅馆嘛。我想讲啊，无咱着招几个朋友吼，找几位。吼啊，甲老厝翻修，甚至讲像台南有迄个西海岸餐厅啊，什么华餐厅，较早是诸葛亮啊，好一项咧作秀的所在，啊，重新甲翻修起来，吼啊，当做一种，因为像咱台北有即个台北的即个流行音乐中心嘛，高雄有嘛，是台南吼会当发展一种音乐柑仔店的概念，莫讲是大间的，什么体育馆迄种无效，是
你到振兴街一间，神农街一间，吼啊，这是爵士音乐馆，这是歌厅秀，啊，这是广告，啊，这是老人馆。特别吼，老人馆我真有感觉，像迄谢明佑，是一档去唱百几场的老人院呢。哦，我拢甲开玩笑讲，啊，你是咧行玩笑啦？行玩？伊讲无啦，伊先去观察啦。OK， 会令你用会到啦。伊嘛是超前部署的对啦。嘿，超前部署，UIK经安那，我都甲报呢。招一寡只台南咧做音乐的大机也好啦，谢明佑啦，我啦吼，来招的吼，拿台南找几个店来当做音乐干嘛店。是。啊，互少年呢，互中年，互老年呢，拢可以。随时若准讲你感觉袂歹，啊，咱想办法找一群人来客话。是。特别我对这个老人较有感情，咱安平古堡外口可能有老人伫遐唱30档，你完全唔知伊什么人。有啊。啊，少年的吼，家己找机会啦。是啊。所以啦，时间嘛过了足紧的，咱今日真正吼非常感谢老人摇滚万岁 ，Rocker 万岁啦，万岁！要做老人摇滚，有影啦，真正感谢咱讲朱教授啦吼，来到咱节目现场嘛，感谢乡亲好朋友。台湾新干界继续拼一个较有的，有啦吼，非常感谢，感谢乡亲好朋友，咱后回再会。明日空中再会，谢谢，感谢，多谢，谢谢，多谢，多谢。你好事啊，永世辉煌啦，合算嘞，合算嘞，理想友人啊，刘指照，刘指照啊，风飞怒晓啊，过东西。